健康素養係指個人獲取、理解、評估同埋應用資訊同埋服務，以維護佢本身嘅健康能力。其中評估資訊咧，其實係最具挑戰性嘅，而應用咧就最有價值啦。咁樣係反映出個人透過日常嘅活動同埋佢同其他人嘅互動之間所累積嘅知識同埋能力。健康素養至關重要，因為佢係健康嘅決定因素，顯著咁影響個人嘅整體健康狀況。通常健康素養較低嘅人就會更加頻密咁使用醫院啊或者門診部嘅服務，而且好難咁去管理自己嘅慢性疾病。服藥方面咧，亦都依從性亦都較低嘅。此外，佢哋接種疫苗或者進行健康篩查嘅可能性亦都會較低嘅。提升香港市民嘅中醫藥健康素養，可以帶嚟好多嘅好處。首先，將會提高市民對中醫藥實踐嘅認知，等佢哋咧就能夠將中醫同西方醫學結合，令到綜合健康概念更加容易形成。其次，將會增加病人嘅參與度，了解中醫原理嘅病人就更加有可能主動咁參與治療方案嘅制定，提高治療嘅依從性同埋效用。第三，將會改善健康狀況。隨住知識嘅普及，市民就更加有可能採取預防措施同埋尋求合適嘅治療，最終就可以改善到整體嘅健康啦。最後，將會減少醫病之間嘅誤解，促進溝通，建立互信。隨住市民健康素養嘅提升，將會帶來更加廣泛嘅益處，包括降低醫療成本同埋提升社區居民嘅生活質素。